我決定推出蕭若元嘅沉思錄呢個系列，係因為我想將我思考問題嘅過程一步一步咁公開，讓大家可以學到批判思維嘅方法。呢個系列我並唔係為咗給予結論，我並非要大家相信我對 SpaceX 值幾多錢嘅判斷。我一直以嚟要講嘅都係思維方法，因為結論可以不同，但係只要方法出錯，你得出嘅所有結論都一定係錯。最近我觀察到一個現象，越嚟越普遍，亦都越嚟越荒謬。一旦有人提到 SpaceX 明年上市，估值可能達8000億、1萬億，甚至15000億，好多人嘅第一個反應唔係問呢筆帳係如何算出嚟嘅，而係即刻急住去問值唔值，應唔應該買，我係咪要投資？我覺得好可笑，呢唔係因為佢哋想揾錢，而係因為成個反應完全冇經過批判性思維。批判性思維並非為咗唱反調，亦都唔係為咗裝作聰明，佢只係一個最基本嘅要求。嚴肅嘅問題一定要經過嚴肅嘅流程，唔可以跳級。呢個世界上確有啲嘢係唔需要批判性思維嘅。當你過馬路睇見車衝過嚟，你唔會停落嚟計算風險模型。你聞到燒焦味，你唔會先做數據分析。呢啲係即時反應，係求生本能，完全正確。但而家我哋討論嘅係，你準備投入100萬、200萬、300萬美金，面對呢種層級嘅決定，你點可能用批判性思維？所以我用 SpaceX 呢個例子完整示範一次。一個人如果真係運用 critical thinking， 佢應該如何由零開始一步一步走，而唔係一聽到一個數字就直接問值唔值。首先，市場上確實流傳住各種說法，有人話 SpaceX 估值8000億，有人話1萬億，甚至15000億。好，呢啲傳聞你可以聽，但批判性思維嘅第一條規矩係傳聞唔係證據，只係輸入。你第一個要問嘅問題唔係值唔值，而係呢個估值係估邊一年？係估2026年，定係估2035年？係用明年嘅盈利成倍數，定係用成熟期嘅盈利折現翻嚟？如果你連呢一步都未做，你已經冇資格問買唔買嘅。